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幼囡仔学讲话，定定拢会讲慢慢、地地、奶奶这种的丁塔字。啊，咱这个大人哦，通常嘛感觉讲囡仔安尼讲话真古锥，但是若到3岁外，抑搁咧讲这种的丁塔字，就要注意咯。这毋是大只鸡问题哦，这真有可能是发展慢钝，加上有社交互动的障碍，爱赶紧带去看医生。妈妈、爸爸。 囡仔真古锥咧讲读字，敢若是咧对爸母塞奶。通常大人会感觉真古锥，毋过到3岁，佫敢若会晓讲读字，安尼就有问题啊。中华有2个查甫囡仔到3岁外，敢若会晓讲读字，无法度讲完整的话。去看医生才知影，可能是发展较慢，佫有社交互动障碍。他那时候不太会讲话，都讲叠字的啊，然后就想说要带去复健。囡仔的妈妈讲，大部分的时段感觉囡仔只是俗语讲的大只鸡问题，去读幼稚园就会改变，想袂到可能是发展较慢的现象。蛮多长辈都觉得说，这些行为或是不会讲话，再过一阵子啊，幼稚园啊，或者是长大就会好了。好佳在2位囡仔有去看医生进行早期疗愈，目前已经会当正常讲话。黄色非常好，非常好。 医生提醒2岁了后，敢若会晓讲读字；3岁了后，无法度讲几句话，拢总有可能是发展较慢。这些都有可能是语言发展迟缓的迹象。那有可能发现不只是单一的问题，还会伴随有其他的认知障碍。医生佫讲，发现囡仔语言发展的速度比同年纪的囡仔佫较慢的时，千万唔通有大只鸡问题的观念，爱找儿童发展联合评估中心。若是超过6岁进前的黄金治疗期，就可能耽误到囡仔的心智等等方面的发展。